再来看民众党的郭文地，昨嘛提出政见讲哦，伊若选调65岁以上的时代，健保费全面补助。这嘛甲国民党侯友宜的政见哦真相像。伫昨下晡，卫生福利部嘛针对无头路、无家属抚养，以第6类身份投保的109万的时代健保费的补助方案来进行讨论。一个月826块的健保费，按算讲会全额来补助，详细办法哦年底会公布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体初六公布8大医疗代工，要用医生专业提出解封，目标是推动全职照护，毋过包含医疗支出达到 GDP 8%，老少申请帮用医工无需要80量表，65以上老大人健保费专业补助等政策，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医疗政策同款。毋过郭文体表示，健保补助伊做台北市长的时阵早就咧做啊。台北是因为财政纪律比较严格，所以我们当时是该用的才用，不该用的不用。所以事实上台北市早就65岁以上的长者，那个健保费是市政府出的。所以这一次不是只有6都以及基隆市，是我们全国一体适用。我定讲一句话，老人健保我来报吧。过后2个人拢提出65岁以上老人健保费由政府专业补助。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，参选人希望将相关政策转由中央统合处理，最后费用会付327亿，而且财政纪律、世代公平这问题要考虑。下晡去行政院甲副院长陈文灿讨论，经过点外钟有初步共识。针对第6类，也就是这109万人中间，那所得相对低的，而且也没有获得其他补助的，我们来研议适当的补助方式。健保第6类，而且65岁以上老人目前差不多109万人，搁进一步检视所得较低，而且无领其他补助的人，每个月专业补助健保费816块，超过编列差不多100亿公务预算执行，有5年底详细补助方案会出来，明年正式上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